今日要介紹嘅係九龍豪宅嘅一個單位，實用面積1135尺，其實都算好大㗎啦。但係戶主仲有個要求，希望我想大上加大。除此之外，佢係想實用嘅空間，多用途。嗱，今日我就帶大家嚟睇下我用咩顏色同咩機關嚟達到戶主嘅要求啦。卡座做喺細單位就做得多啦，做喺豪宅邊個話唔可以用卡座㗎？喺呢個卡座位咧就係玄關對正入嚟嘅，咁我哋用咗少少燈光嘅設計啦，再用咗個活動伸縮嘅台。除咗呢一個可以移動活動嘅台之外，我哋仲有一樣嘢係可以移動嘅，就係台面上可移動插蘇啦。無論戶主坐喺邊個方向、邊個方位，都可以方便咁利用到呢個插蘇。你哋仲覺得兩樣可移動嘅設計夠唔夠啊？如果唔夠，咁就可以睇埋我哋趟門式嘅窗口，作為一個飯廳同 pantry 嘅分隔位嚟嘅。而 pantry 裏面就係延續咗戶主中意嘅米灰色設計。特色嘅五金咧，好多設計師都想用嘅。好多時咧，我哋喺網絡睇到好多機關，但其實咧好多係咪真係做得到呢？嗱，呢個單位真係做得到啦。做到之餘咧，佢令到成個廳，哇，真係好巨大啊！當咁巨大嘅時間，電視櫃必須係主角啦。喺度，我哋咧就用咗唔同嘅層次，用少少顏色技巧，加咗一啲雲石紋地櫃板。除此之外咧，我哋喺呢度咧用咗兩套唔同嘅燈。佢嘅尺寸同埋佢嘅大細，最初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佢大咗少少啊，但係啱啱放喺呢度咧就恰到好處啦，將客廳同飯廳分開咗啦。而貼牆嘅位置，我哋都做咗一個薄身少少嘅到頂櫃，唔影響客廳嘅空間嘅同時，亦都會創造咗收納嘅空間。至於中間配合埋有放光效果嘅小型展示櫃，亦都提供咗位置俾戶主增添佢嘅個性化嘅裝飾。一個長走廊咧，又係一個大單位3房4房嘅痛點嚟嘅。嗱，今次咧，我哋除咗用咗一個吊頂嘅燈光槽之外咧，喺呢度我哋亦好簡單用咗個暗趟門，你唔講你都唔知啊！喺度一拉出嚟咧，就可以將呢個客廳同埋房區咧隔開咗。之餘，我哋揾唔到條長走廊啦，仲有個好處咧，佢係可以咧隔絕咗一啲空氣啦，環保啲啦，小朋友亦都可以管住喺咧佢嘅區域啦。呢個設計大家可以參考同埋多啲使用嘅。其實設計行業大家都係跟風嘅，嗰排興奶茶風，我哋就用奶茶風；圓角就係圓角。但係今次咧呢個房咧，我哋用咗條子啦、燈光啦、風扇燈。最重點我想介紹下呢個 walk-in closet。入嚟睇睇，喂！呢個 walk-in closet有個位置收埋個大夾萬嘅，最重要咧就係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仲有個全身鏡嘅。喺衣帽間着到靚靚，換完衫之後，當然唔少得配襯埋唔同嘅首飾同埋手錶嘅，所以我哋喺衣帽間對出嘅位置都做咗一張簡單嘅梳妝台設計。而為咗保障戶主名貴首飾同埋佢嘅手錶啊，我哋都特登喺呢度增設咗一啲密碼鎖，咁就可以安心得多啦。喺主人房嘅套廁裏邊，我哋因應翻戶主使用嘅習慣，所以原本浴缸嘅設計，我哋就改為企缸啦。咁整體嘅實用性梗係提高咗啦。然後喺洗手間另外一邊咧，加咗個半腰嘅櫃，俾戶主可以擺放一啲日用嘅毛巾同埋其他嘅清潔用品啦。咁頭先都同大家提過，戶主係需要好多嘅收納空間嘅。所以咧，我哋咧就將其中一間房變做一個大型嘅收納用途。一入到房間，我哋咧就設有一個 L 型嘅到頂儲物櫃，並且保留咗中間嘅中空位置，俾戶主擺放佢嘅擺設之餘咧，亦都可以咧俾翻啲空間感出嚟。然後書台嘅部分，我哋都充分利用咗單位嘅大窗嘅位置，用盡嘅自然光，而且大家都睇到啦，就係可以見到我哋喺書台嘅櫃桶裏邊都加設咗密碼鎖呢個配置啊，確保整體嘅私隱性。嚟到頭房嘅地方，其實個空間都好大嘅，不過記住喎，戶主要求我哋大上加大啊嘛。所以咧，我哋今次嘅設計咧，都係沿用咗傳統嘅歸邊設計，揼揼框，我哋做晒所有家私同埋咧佢嘅睡床。喺呢度，如果冇加一啲點綴咧，就會覺得好死板啦。我哋用咗鋁框啦、燈光啦、一啲層架啦，另外喺對面加咗個吊櫃。咁啊，除咗補光之餘咧，實用性係一啲都唔少嘅。除咗設計上嘅亮點，實用性都冇忽略到嘅，做咗 L 型嘅到頂櫃，唔同大細嘅儲物櫃都係為咗唔同尺寸嘅物件而設計嘅。浴室裏邊嘅設計都係以木紋元素去諗嘅，不過喺度我哋就選用咗原木色，增加咗特色之餘，都冇咁容易整污糟。喺弧線型嘅浴室鏡上面做咗左右趟軌，咁樣就可以增加個全方位實用性啦。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瀏覽 DIC 嘅網站。網站上面除咗有1000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同埋近2000個參考個案不斷持續更新之外，仲有大量真實設計同埋 3D 效果圖。同時設有多間銀行嘅免息分期服務選擇。DIC 嘅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3大國際 ISO 指引，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同埋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設計情報中心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智工程有限公司，持牌進行相關嘅裝修同埋小型工程，而且 DIC 仲推出咗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俾客人使用，只要登記成為會員，無論日後係自己裝修定係推薦親友選用 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 DPoints 積分。凡係 DIC 嘅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號碼，喺裝修完成後，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 DPoints 積分添。就算推薦人未曾惠顧 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 DPoints 會員，而且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編號，喺裝修完成之後，推薦人都可以獲得 DPoints 積分。客人可以透過 DPoints 裡面嘅積分換領各式各樣嘅禮品同埋服務。而家就即刻成為我哋 DPoints 會員，一齊賺取無限獎賞。想知道我哋嘅工程限額滿咗未？咁就要睇下設計情報中心嘅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啦。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同埋裝修團隊，並唔係平台式經營。
務求以準時同埋高質素嘅服務，令客人對我哋有更大嘅信心。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着緊每一個步驟，確保工程質量。每一個部門進行嘅每一個步驟都必須遵從我哋嘅公司管理文化，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 ISO 嘅指引。由於設計需時，為咗確保工程嘅質素唔受影響，所以設計情報中心唔會攬接工程，因此設有接單量嘅上限。每一位嚟到門市同設計師會面嘅客人，都可以由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睇到工程嘅統計圖表同埋分佈地圖。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而家有幾多單負責緊嘅工程，所有嘅資料都係實時更新，顯示現有工程同埋上限嘅比例。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設計情報中心就唔會再接受新嘅工程，確保我哋嘅團隊能夠以最高嘅水準去做好每一單工作。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咁高水準嘅管理，以及堅拒攬接工程嘅服務精神，所以我哋先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一條龍服務公司。